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好味道，好味道 Maze Delicious 嘅頻道。Sogo 最近搞緊一個周年感謝祭啊！整個5月，即係由5月1號到5月31號都有大減價優惠啊！今次就同大家去睇下有咩着數同埋有咩優惠啦。其實今次呢一個感謝祭係分開2 part 嘅，第一 part 係由5月1號到5月17號，第二 part 優惠係5月18號到5月31號。優惠嘅內容可能都有所不同，而且5月1號撞正係勞動黃金週嘅日期，所以都有好多人嚟到呢度去買嘢啊！真係人頭湧湧啊！特別係地庫嘅超市，咁講下超市有啲咩優惠先啦。首先，地庫超市正價嘅商品全部都有9折嘅優惠。咁當然有啲商品會特別打更大嘅折扣，好似呢啲和牛咁，有啲會有7折，有啲係半價。半價完之後，仲有全場嘅9折折扣。所以比平時買嘅話就會平啲啦。至於其實有大部分嘅商品都會作一個特價嘅發售，例如價錢牌上面係紅色字嘅商品就已經係特價發售，即係呢一個商品比平時打9折嘅價格更加低，咁所以呢個商品就唔會再有9折嘅優惠。好似呢一個燒賣44個9一袋，都有好多人買啊！但係其實呢度唔係所有嘢都比出邊超市平嘅，因為呢度係日式嘅超市關係，咁所以有啲商品就同出邊超市係唔相同，出邊超市係揾唔到，咁嗰啲就冇得比較。但係有得比較嘅話，呢度就未必一定係平啦。好似呢包廣島蠔 2L size 嘅1kg 呢度就賣208個8。我曾經喺大新見過，都係廣島蠔 2L 1kg 就134蚊。雖然呢度9折完都會比人貴，但係可能牌子嘅關係就有所不同啦。呢個辛辣麵50蚊就有2包。因為紅色字嘅關係就冇9折啦，而我見過百佳惠康最特價嘅時候就21蚊一包，咁所以我覺得大家都可以嚟呢個超市尋下寶，同埋買一啲可能其他超市冇嘅商品，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睇完超市之後，不如轉返去睇地面嗰層嘅化妝護膚品啦。呢一層同超市都係超級多人，每一間鋪頭都貼晒自己優惠嘅商品出嚟，人好多，sales 都好多。呢啲護膚品、化妝品好多原價都係5000蚊、3000蚊，特價起上嚟差唔多去到半價噶。望上去真係好似好抵買喎。有見及此，咁我都去咗其中幾間度問一問，佢哋不約而同都話，其實呢一個特價嘅價錢都係平時嘅價錢。雖然價錢係同平時嘅價錢一樣，但係今次嘅感謝祭嘅優惠係多好多㗎。例如佢哋一 set 嘅商品係會送多幾支細支嘅精華或者面霜，而有啲店鋪，譬如你買滿5000蚊嘅話，仲會額外送多一支大嘅卸妝液或者精華之類。而且 Sogo 嘅手機 Apps 亦都會送出每人30張嘅美妝部50蚊電子現金券，只要購物滿1500蚊以上就可以使用啦。呢啲現金券可以喺銅鑼灣店同啟德店都可以用，但係只限於美妝部。呢30張暫時限於5月17號前使用。我估佢第2擊嘅時候都會有一啲現金券送啊。如果大家想要更多嘅優惠，其實 Sogo 係有一張專屬嘅信用卡。
申請成功之後，用呢一張信用卡簽賬嘅話，就會有5% 回贈。我認為如果大家需要買護膚品、化妝品嚟呢度買，都確係優惠，因為送嘅嘢同折扣都真係比平時多。今集就講咗超市同埋美妝部，下一集就會重點講運動用品部同埋其他商品。今次就講到呢度啦，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如果大家喜歡我呢個頻道，或者想得到更加多抵飲抵食、好玩好食，甚至乎中伏嘅資訊，歡迎你留言、讚好、分享開去，同埋訂閱我呢個頻道。多謝各位支持。